2025年11月26日，大埔宏福苑維修工程，因為缺乏監管，工人多次違規吸煙，點着咗唔合格嘅防火網，消防系統又全線失效，引起一場死亡枕藉嘅世紀大火，將香港人嘅集體記憶燒出一道永遠冇辦法愈合嘅傷口。我18萬維修間屋俾晒錢，我18萬就燒咗我間屋。住咗幾多年？42年，一個強制驗樓，我就冇咗我間屋啦。我咁老，我仲邊度可以揾次維修間屋？我唔想講啦。災後，房屋局、勞工處、消防處等政府部門更互相卸責推搪。小業主就係一棵躺喺砧板上任人宰割嘅韭菜，整幕慘劇更加係謀財害命嘅典型。每一場聽證會都將呢一場人禍嘅荒謬情節一一暴露有前。你屋企俾人燒咗，呢幾個月嘅苦難，點解會咁樣？我都希望政府俾翻佢交代我哋。琴日又好，今日都好，喺我哋居民嚟講，一早已經感覺到，但係同人講係冇人會認你㗎，個個只係話唔關我事，每一個都係話唔關我事。你見到啦，你哋聽到啦。今日呢一單只不過係其中一單，我哋宏福苑呢單只不過係今日香港所發生嘅其中一件事。再咁樣落去，仲會有其他嘅事情一路會發生。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你知有問題。宏福苑即係話俾你知，香港係有問題，而且更有排隊黨阻撓災民聽證嘅荒誕場景。聽證會家屬坐喺旁聽席上，聽完一個又一個專業名詞，一份又一份一般市民難以明白嘅官僚文件。但係佢哋真正想知道嘅其實好簡單，點解我嘅家人會死呢？點解明明有人發現問題就冇人阻止呢？點解168條人命最後會變成一堆程序同埋報告呢？災後嘅幸存者真正漫長嘅折磨先至啱啱開始。大火過後，災民最初被安置到設備簡陋嘅社區中心同埋商場嘅走廊，雖然亦有部分人短暫安置到酒店，但係好快仍然係散落喺各區嘅中轉單位。好多人身上只係剩低逃生時所着嘅衫，有人失去父母，有人失去配偶。我太太生前佢係好支持政府，但係佢一個咁支持嘅政府，佢就死喺呢個政府手上，咁咪諷刺啊？係咪好諷刺啊？有人失去子女，有人失去畢生嘅積蓄，有人失去半生嘅記憶。政府以安全理由封鎖整個屋苑，但係隨住時間過去，屋苑火場平靜落嚟，災民最基本嘅要求只有一個，就係返屋企。每一個居民都係我唔甘心㗎，你唔返去喺度住咗30幾年，點都對佢有感情，冇可能返嚟，真係唔甘心。但係災民返屋企就要經過繁複程序申請，所以呢個咧就係
要有序咁樣進行。而且限制多多，不但要喺指定時段入屋，更有嚴格嘅時間規限。有人希望多留幾分鐘尋找親人遺物，但係就俾人催促離開。有人想揾翻重要嘅文件，但係就因為封鎖範圍擴大而被拒進入。都要咁卑微，好似向佢乞求咁樣，呢個係乜嘢嘅世界呢？甚至發現屋裏面有外人留低嘅空煙盒、汽水樽、未食完嘅零食，櫃桶俾人打開，金飾等貴重物品不翼而飛。你去報警，警方話財物可能俾大火燒毀咗，俾水沖走咗。災後2個月嘅空窗期，出入人員完全冇登記，根本無從追查。災民失去嘅唔止係財物，而係一段因為人禍而摧毀嘅人生。你知唔知？你每一間屋都打開道門，每一戶人屋企都有貴重物品。到現在點樣去同我政府點樣去安排同我哋去保護咧？冇人同我哋講，冇人講呢啲嘢，呢啲方案係點樣？佢哋甚至喺自己家園貼上書法心聲嘅字句，亦都俾人變咗。咁我又覺得我淨係嗰4隻字啫，我愛宏福啫，我冇其他嘢噶嘛。咁都唔好，咁我都唔知。我直頭同佢講間屋係我嘅，咁我要原址重建，你又話唔得，咁又話唔好黐，好啦，我和應你唔黐啦。咁我黐我愛宏福啫，咁你又話唔好，咁我唔知佢哋有咩係好。我真係要寫4隻字咯，我買業權或者我唔知咧，樓換樓咯。咁我可能佢咪唔介意你做呢樣嘢咯。更令災民悲憤嘅係後來圍繞業權處理嘅爭議，大部分災民都希望原址重建，政府就認為重建方案不切實際，開始研究將土地改作其他用途。呢個挑戰其實係相當嘅大。喺呢刻嚟講，我哋呢個覺得，如果係原址重建，唔係好實際。並提出收購業權，但喺未有明確安排之下，催促小業主接受售賣方案。政府因此提出用現金或者樓換樓嘅方式收購宏福苑呢7座所有單位嘅業權，甚至連未波及嘅宏志閣亦都包括在內。其實我今日嘅心情同我上次上雲昌嗰個心情係好大對比嚟嘅。我上次上去係好傷心，好想見翻父母嘅嘢，但係今次我係好憤怒。即係你點解可以對災民係咁樣咁無情？業權都喺我哋度，因為我哋嗰座嘢其實係冇損毀過噶嘛。我意向係唔賣住嘅，因為係我自己嘅物業嚟噶嘛。令人發指嘅係用嚟收購業權嘅款項，港共政權竟然得來自救災善款同埋屋苑保險嘅主意，擺明係明目張膽咁變相搶奪遺產。我見唔到解說，我見到一堆售樓員，佢到最後都係一樣嘢嘅啫，佢幫你買。你點樣買？你點樣攞嚿錢買翻，或者你點樣要參加樓換樓計劃，再去買翻，全部都係食自己，一心一意就係要收地收樓，然後做乜嘢冇人知。喺呢度繼續喺度流浪緊，我嘅家就喺封鎖線裏面，而政府係要拆毀我屋企。你唔需要用政府嘅公帑去收我哋層樓，你只係用火險嗰個去起翻層樓俾我哋。你而家俾我哋嘅選擇就係黑同白 ，either be with us，either against me。你令到我嘅選擇好似好多，但係其實就係一。你乖乖地，你賣業權，咁你就解決咗你嘅問題。至少你有屋住。如果唔係嘅，我哋唔理，甚至乎立法攞咗你層樓，咁你就係同我一個對立。中港共政權更相繼用以災亂港言論恐嚇港人。大埔火災發生後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災情政治化，妄圖以災亂，煽動仇恨，
妄圖以在亂港，所以我們必須時刻警惕，持續警惕，長期警惕。而且廣泛散播有人貪得無厭嘅言論，去誣衊表達不滿嘅災民。大埔宏福苑嘅外牆火光已經熄滅，但係留俾香港人嘅傷口，就喺極權嘅冷血同埋貪婪中不斷發炎潰爛。從圍標嘅黑幕，到政府跨部門嘅互相推諉責任，再到災民喺自家廢墟中尊嚴盡失嘅屈辱，呢一場人禍嘅荒謬同埋殘忍，赤裸裸咁暴露人前。死去嘅人沉冤未雪，活着嘅人流離失所，甚至連社會大眾嘅善意都俾無恥之徒利用為奪產嘅工具。我記得12月初有單新聞，就話有個神秘男子咧就四出去收購宏福苑嘅業權，咁就嘗試去博取嗰啲賠償啊、重建啊 whatever。咁之後即係啲地產經紀亦好，政府本身都好，都出咗嚟譴責呢件事啦。咁但係我而家睇翻政府成個安排，我又覺得其實本質上冇乜分別嘅，甚至更加高明。即係嗰個神秘男子，至少係用自己嘅資金。政府今次就係攞咗好多善長仁翁嘅錢，就走去買宏福苑業主嘅業權。咁然之後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其實嗰個大維修，我哋俾嘅錢裏邊咧，有一筆係攞嚟買保險嘅。如果好似我記得，好似我睇報道，好似大概20億啦。咁咪一直都唔會嘅。咁似乎就係等到銀飄個業權轉咗手之後，就交俾政府處理㗎啦。會咁係啦，成件事就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去評論。咁但係即係竊鈎者誅，竊國者侯，我諗係咁嘅意思啦。公義不全，災民滿腔悲憤，只能夠化成震耳欲聾嘅沉默。我哋無權無勢，冇辦法替佢哋奪回失去嘅人生，攞返應有嘅公義。但係我哋必須拒絕遺忘，因為呢一班躺喺砧板上嘅小業主，佢哋嘅遭遇唔係個別嘅悲劇，而係所有平民百姓喺龐大嘅國家機器同埋利益集團面前最真實，亦都最令人心寒嘅寫照。